老板你好，怎么了？我想今天早点下班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的爸爸今天要过来，我想早点回去陪陪他。你看啊，他们都在认真工作，是吧？那公司的规章制度不能因为你一个人而破例了呀！啊，工作吧。来，小芳，这客户要的比较着急的啊，你抓紧时间，待会儿送出去，好吧？哦，好的。不是，还看什么呀？抓紧时间，赶紧去吧。好的。来，美女，进场请佩戴工牌。干嘛呀？这是还佩戴工牌？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工牌是你这种下等人戴的，还让我戴这个工牌？不是啊，这是公司的规定啊，任何人进场都得佩戴工牌。什么规定不规定的啊？规定是你这种人才规定的，还规定我啊？我告诉你啊，3条腿的癞蛤蟆不好找，但是2条腿的人满大街到处都是。你是不是不知道大小王啊？还在这里让我戴这个工牌？不是，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，好吧？这是公司工厂的规定，是不是啊？你既然是这个工厂的人，你就得按照这个规定来，对不对？你还真是不知道大小王啊！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可是有话语权的？我是这里刚上任的新经理，知不知道？而且我还有后台，我的后台是这里的厂长2把手，老板也得敬他3杯。你还在这里跟我说什么呀？第一个啊，你既然是这个工厂的，而且还是领导层经理，是吧？那你更加要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，对不对啊？带领别的员工，是吧？不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，而不是反而像你这样，对不对？再说你有后台，那是你的事儿，对不对？那老板规定了，那就得按照这么执行，对不对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还在这里还不服气是吧？你别管我是谁，有后台是吧？你打电话把你后台先叫过来啊。行，你给我等着，不服气是吧？马上打电话让我的表姐过来。好，我看你表姐过来。喂，表姐，你赶紧走到这边来一趟。有一个男的太嚣张了，在这里跟我数了半天，还不让我进，你赶紧过来把他开除掉。对，啊，开除我是吧？一会儿看谁开除谁啊！你给我等着啊！我看你现在有多嚣张，我就希望你待会儿啊有多逞强。哎，表妹，谁？人家老板。我来，啊，这是你表妹，这是你表妹是吧？哦，原来是这老板呀！我刚才不认识你，刚才给你开个玩笑的。跟我开玩笑啊！早就有员工接而再再而三的给我反馈啊，你表妹这段时间啊，开除了6个保洁，7个保安啊！我今天特意穿这么一身衣服我来逮他的啊！果然不出如我所料啊，人家反馈的都是真实的啊！男的在这嚣张跋扈，让他佩戴工牌不佩戴啊，还辱骂保安啊，而且还在那儿啊高人一等啊，耀武扬威的啊，就这么嚣张跋扈啊，自私自利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把他招进我工厂来的啊？老板，他在其他的厂能力都很强，而且也是经理。我看他能力那么好，我就把他弄到我们厂里面来了。那不是能力强就弄到我们厂来了啊？这样我们厂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嘛。需要这样的人才，那你有没有经过人事考核呀？啊，就这种人品啊，他能进我们工厂吗？我们工厂自始至终这么多年开厂以来都是以人为本啊，人品达标了才能进工厂啊，能力再强啊，人品不行的我也不需要，好吧？这件事今天被我抓包了吧？啊，我一开始还不相信我工厂怎么来了这么一号人，搞不定还是你这帮忙招进来的啊，走后门进来的啊？老板，你看他年龄小，就给他一个机会吧。给不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再这样的话啊，我工厂让他干黄啊，我工厂的员工也不知道被他欺负成什么样了啊！上了几天班啊，在我那把工资结了，赶紧给我滚蛋啊！好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啊！赶紧走，走就走，什么像话？这什么人啊？啊，这还能力强啊？一点素质没有，一点人品都没有啊！和他一起这样的。还不这样的，我告诉你，人做人出来是不是？这踏踏实实的，是吧？本本分分的，就他这种人，迟早到外面去也都是一样啊。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，走到哪儿去也走不长久。还有你这个事儿啊，你不经过人事考核，私自把你表妹弄到这儿来啊，我也要对你做个惩罚啊。现在啊，保洁走了7个啊，保安现在已经开除了，被他开除了6个啊。这个事儿你也有责任啊。你作为一个厂长啊，你允许这样的事儿，人员流失了这么多啊，你也不跟我说啊，而且是这种原因流失住的啊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去保洁部啊，你给我扫1个月的地啊，好吧？啥时候扫到让我满意为止啊，你再回来好好去做你这个厂长，听明白没有？老板，你看我一个厂长让我去扫地，你厂长怎么了啊？那谁让你把你表妹招进来的啊？啊，开除了我一共13个员工啊，就他这么嚣张跋扈、耀武扬威的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能干你就干啊，你要不能干，跟你表妹一起跟我走，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
太像话。哎，芳姐，来，从老家带了点桃给你尝尝啊。老板，你怎么这么客气啊？没事啊，顺手的事儿啊，味道还是不错的啊。啊，谢谢老板。工作吧。哎，老板，你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有个事想跟你说。你什么事儿？我想辞职。不是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啊？不是你这样吧，你来我办公室坐着说吧，好吧？谢谢。不是这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辞职啊，芳姐？老板是这样的，那前几年呢，我老公他在工地上做的也还挺好的，那一年的话，收入也有20多万，是吧？但是最近几年呢，那个工地上现在真的是不景气了，一年到头那才搞个4、5万呢，那完全不够家里面的开支，再加上我的工资呢，一个月才4000多块钱，你看2个孩子，一个上大学，一个上高中，你说怎么够啊，是吧？所以呢，正好我有一个同学，他在外面混得挺好的，他是做服装实体店的，他说想带带我，就是让我去跟他一起干，所以呢，我就想辞职去跟他一起去创一下业。哦，是这样，那要不要你投钱呀？那可能要投一点吧。还要投一点钱是吧？这个服装这个行业你了解过没有啊？大致也了解过。大致也了解过是吧？你服装这个行业怎么说呢？你要早20年前、30年前，是吧？线上冲击没这么厉害的时候，你确实是能挣到钱。你包括现在最近这几年，知道吧？你把线上结合起来，你未必能挣到钱。那不网上不是有一句话吗？一个老板是不是啊？一年是吧？搞服装线上那个销售额 GMV 10个亿了，知道吧？到最后一算账是吧？什么打流量的钱呀，什么是吧？这员工费用啊、场地费用啊，乱七八糟一算，还倒亏500万。你说这个行业是多么一个红海的市场，还往里钻呀？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这几年呢，就是说这个大环境确实差点事儿啊。但是作为普通人，你如果没有很深的背景，在这个行业里面没有有很深的经验，或者对一个行业没有独特的这个见解，建议作为一个新人小白，不要轻易的去入局，知道吧？你可以去边打工。是吧？边去了解这个行业，但是如果说是边打工边去了解这个行业，你在这儿工作其实也都是一样的。你再加上是吧？现在的各个市场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老公一样，前10年前、20年前是吧？这个房地产市场确实也比较红火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现在这几年是不是这个房价夸的往下降，就降到这么低了，还没人买。所以就是一个房地产，它也能带动很多行业。你比如像门窗啊、家电呀，包括你老公说的工地这一块，是不是？但是你看你现在在工地上干的，这我也能理解，因为我有些亲戚啊，他也是老早啊，有些堂哥在工地上做。这几年呢，要么就是没活干，要么有活呢，就是钱及时结不了账。有时候大前年的钱到今年还没结，所以说你说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拖家带口的，你说这个钱及时结不回来，你说怎么搞？肯定现在搞的人肯定越来越不好干。所以说这个市场整个就呈下滑形势，知道吧？然后你在这儿呢也干了这么多年，是吧？我也不忍心说是你出去踩一些坑或者怎么着的，知道吧？你看咱们公司现在不是有这个新媒体部嘛，是不是？这几年一直都在正常的运行，对不对？你拍视频是吧？挣这个平台流量的钱、广告的钱，是不是？那轻轻松松的，是不是？我不说你一年是吧，挣个30万、50万，就你一个月是不是啊？你轻轻松松你挣个2、3万块钱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你看前段时间不是也有新人过来吗？差不多也就是刚过来学沉淀了1、2个月的时间，基本上就马上拿到结果了，对不对？不是老板，你说的真有这么好吗？那可不是嘛！你回头可以到新媒体部先去看一下新人，也去看一下他们负责人，到时候我可以给你打个招呼，你可以去见解一下。就这个平台现在就是你不需要投资，是不是？不需要你去投任何钱，它是没有风险的。第二，他干活他也比较轻松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拍视频，你以为他们天天在那儿拍视频，拍着好玩的？那拍视频都是有钱的，知道吧？挣平台流量的钱，是吧？还得有时候有这个广告分成的钱，各个方面他都有钱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他不是拍着好玩的。你一天拍个3、4条视频，是不是？你一个月是我刚才说的，他们现在平均一个月几个平台加起来是吧？2、3万是轻轻松松的，懂吗？哦，老板，听你说了，跟我分析了这么多，我还真的觉得挺有道理的。那你什么想法呢？那既然你这样说的话，那我肯定听老板的啦，我也不要去轻易投资啊。是啊，你看啊，你这人是吧，做自媒体这一块做短视频是吧，你形象也还可以，你又不是不会说话是吧，正常交流沟通是吧，都是可以的。我相信基本上你拿结果肯定更快，可能1个月是吧，就马上能拿到结果，知道吧？
行，老板，那我听你的。行，因为这毕竟没有什么风险，又不需要你再去投入什么，是不是？做老板的肯定不会害你，知道吧？好吧，那一会儿我就跟新媒体负责人打声招呼，我让他好好带你，你在这儿坚持就好好干就行。做得好了，以后挣的钱只会比这个更多，不会说更少，知道吧？好的，谢谢老板。行，没事啊，那你先下去吧。好。那个臭保洁，你发工资了你不知道啊？让我楼上楼下的好找啊你啊！你还接的那么快呀？我说了给你的吗啊？不是你干什么呢啊？你大白天就在这儿打人？不是你家住在海边，你管那么宽？不是我管那么宽啊！你打人就是不对，你赶紧跟他道歉。你叫我道歉！我告诉你，我这里是有发言权的。你什么发言权呀？哼，我什么发言权？我告诉你，说清你的耳朵好好听清楚了。来，你说我听听来。李梅是我表姐二把手，这里的厂长。你这原来是走后门进来了，原来是这么嚣张跋扈了啊！你会不会说话呀？我怎么走后门啊？我是堂堂正正的从前门走进来的。你这样来，给你表姐打电话，让她赶紧过来。你叫我打一打，你谁呀你？你不打是吧？我不打，怎么了？我希望你现在有多嚣张，你待会儿能继续保持这种态度。你不打我来打啊！哼，搞得好像人怕你。谁呀？这表姐，赶紧把他开除了。你直接来了是吧？他都不用我打电话了啊！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早点说，我派车去接你呀。我要提前跟你通知一下，我今天能看到这么优秀的一幕吗？来，废话不多说，我问你啊，这是不是你表妹？她是我表妹。来，告诉你啊，看她上了几天班啊，去财务那儿把工资结了啊，赶紧让她给我滚蛋啊！不是老板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你自己问你表妹。表妹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惹我们老板这么生气？表姐，哎呀，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就是这个臭保洁的，我把他工资给送过来，然后呼了他一巴掌。哦，老板，原来是为这个事儿啊！你看这至于吗？是不是？还生这么大气？这个臭保洁打一巴掌就打一巴掌呗，这不就是小事一桩吗？不是，这还小事，你们还一口一个臭保洁啊！我真不知道啊！你们俩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你表妹刚来啊，我念她年轻无知啊，我不跟她一般计较啊。那你跟了我7、8年，我也带你出去啊，看过世界啊，开阔你的眼界了啊。就你的认知思维格局，我原本以为啊，你会公平的去看待这个事儿，殊不知你跟你表妹一样啊，都是这个德行。不是老板，至于吗？啊，为了这么一个臭保洁的，在这里数落我的表妹数了半天，你还在那，现在还在数落我，数落你怎么了？好歹是一个厂长，还在这里，我要不要一点颜面呢？你厂长怎么了啊？你还在那一口一个臭保洁啊？那如果没有他们保洁大姐啊，何来咱们公司工厂这个干净卫生的工作环境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的，只有人品才分3、6、9等。现在正式通知你们啊，你俩啊，现在正式被开除了啊，赶紧结工资，跟我滚蛋啊！不是老板，你可得掂量好不好？他就是一个臭保洁啊，一个最底层的员工，你为了他还要开除我的表妹一个高材生，还要开除我这个一厂之长，你觉得你这种做法有没有人支持你啊？我不服，我也不服。你们还不服是吧？你们还真把我给气晕了啊！服不服也不是你们说了算啊！有没有人支持也不是你们说了算啊！来，我告诉你们，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你们支持我开除这2个啊嚣张又跋扈的主管吗？如果支持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，谢谢大家，好人一生平安。赶紧跟我走，你就看有没有人支持我啊！你早晚等着被开除啊！滚！走就走，没良心！你真不像话！你这样啊，大姐呢？今天这个事儿呢，确实让你受委屈了，不疼吗？脸上？不疼还好。没事啊，你这样呢，现在人呢已经被我开除了啊，反正他在工厂肯定是留不住了啊。然后你这样呢，今天呢也确实是对不住你啊，这也是怪我管你失职啊，老板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。你呢，我就给你放个3天假，好吧？你先回去好好休息，平复一下心情。然后下个月呢，工资我给你上调1000，好吧？到时候在这儿正常干，以后有遇到任何委屈，到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去找我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，老板，谢谢你。行，没事，那就把东西收拾一下就直接回家，好吧？好的。行，去吧啊。走，找你的老板去。表弟啊，你看你招的什么员工啊？臭员工啊！不是你怎么还打人呢？咋回事啊？我打的就是他，没有一点眼力劲儿。我今天打他1次，我下次见到他还要打。我说什么事儿啊？你打人啊？你问他去。老板是这样的，你看你表姐平时来拉个1800的货，你说让她拉走，今天她开了一个大货车来拉了一大货车货，把我仓库的货都差不多拉一大半走了。我让她签字给钱，她不给，她还把我拉到这里来打我。那你站过来点啊！你过来。不是我问你啊，你去拉货，你为什么不给钱呢？啊，表弟，我给什么钱呀？这个公司是你开的，是不是？
我是你的亲表姐，那拉一点货怎么了？这少一车货又怎么了？是不是的？你再亲的表姐，再亲的关系是吧？这是公司，公司还有其他股东是吧？你把货拉了是吧？字也不签，钱也不给是吧？啊，我如何向其他股东交代呀？啊，这不都是你说了算吗？还是我说了算，那你也不能干这么混蛮不讲理的事儿啊！可是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驳我的面子，我还要不要点脸呐？他当什么面？他在坚守他的岗位职责啊！我认为他做的很对啊，驳你什么面子啊？那你要干的事儿就要像是人干的事儿啊！你这话怎么说的？什么叫不像人做的事儿？哎，你当着这个小员工还这样说你的表姐，你像不像话呀你？我什么像不像话啊？我做人做事从来是帮你不帮亲，你知道吧？你更何况人拉过来啊，谁给你的胆啊？你直接打员工啊！我告诉你呀，表弟，你不要现在仗着你是大老板啊挑起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小的时候家里面是多可怜，穷的连饭都吃不起，是不是啊？差点快饿死了，是谁接济你的？不是还跟我提小时候的事儿是吧？啊，非让我把旧账拉出来算一算，是不是啊？你算呀算呀！啊，你以为就小时候那点恩情我早还完了啊？你以为我没还完啊？你打你第一次出来创业的时候啊，前几年大环境不好，都跟你说了是不是？不要轻易去投，对不对？你非要去干啊，非得找我来借钱是吧？无赖啊，我给了你30万吧啊，让你去做创业资金嘛，你手上连个豆都没有啊，结果呢？不到1个月啊，赔的底儿掉，还欠外面10几万，后来还是我给你填的窟窿啊，这里外外40-50万出去了吧？第一次创业不信邪啊，消停了没有半年啊，你又想去创业啊？看人家说这个挣钱那个挣钱的啊，你也想去试试，你又不觉得你自己是不是那块料啊？第二次啊，我把我仓库的玩具啊，我直接一下提了50万给你了，是不是？成本50万，你卖完至少能回来200万了啊。结果呢，你卖确实卖完了啊，你怎么卖的啊？你成本价出去，那可不卖得快吗？啊，你卖完了之后呢，我说你卖完了再给我钱，钱呢到现在呢，啊，条没让你打吧，都是这样的亲戚关系啊，这又50万给你干进去了吧？我自始至终没跟你提过让你还这个钱吧？啊，这还有第三啊，你弟弟结婚啊，你自己不知道什么情况啊？那女方家里要车是吧？要房要这要那，你家有啥啊？啥都没有，你哪也不争气啊？搞到最后呢，姑妈给我打电话啊，我是没办法，是不是？这是他终身大事，也是一个小表弟啊。我一下拿了多少钱出来了啊？车便宜的不要，还要迈巴赫啊。房子呢啊，3居室的还小了啊，非得搞独栋别墅。我一下给你拿了多少钱啊？虽然说这个城市啊消费水平没那么高，这一下有300万出去了吧？啊，我让你念恩嘛，就是说我不奢望去你们去记得这个恩情，但是你干事不要这么出格，是不是啊？那还有你老家这边啊，姑妈姑父这一块啊，年纪也大了，是不是？我也为他们考虑。到你们那儿城里房子住不了2天，是吧？也住不习惯就回去了。我是想着是吧，农村的老房子是吧，宅基地那是老一代人他心中的根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又出钱花了100多万，连装修是吧？把你们老家房子盖了2层小别墅啊，让2个老人在那儿住着舒舒服服。那这个事儿是我心甘情愿做的。是不是？但你说你这个恩情我还了没有啊？多少钱呢？你算算这么多年我在你家用多少钱呢？所以说再不要跟我提小时候，我不提你没有资格提，明白吧？你数了一大半天，就是翻老旧账是吧？那你先跟我翻的呀？我跟你翻什么旧账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表弟，你刚才数了那么大半天，是不是还要我还给你呀？我告诉你，就凭你小的时候家里面穷，你的姑妈和姑爷帮助了你，现在你混成大老板了。走到现在这个地步，是不是每年赚那么多钱，这不都是应该的吗？帮助我们一下怎么啦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帮衬你一时，你就得还我们一生，因为你现在发达了，知道吧？这都是应该的。那是不是以后是吧？你孙子辈儿、儿子辈儿、曾孙辈儿是吧？孙子辈儿、5辈儿是吧？我接着都得帮衬是吧？我们那当然啦，那当然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平时在我工厂啊嚣张跋扈的啊，只要不触碰到我的底线原则啊，我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我念着以前的恩情啊，你现在这次是干什么呢啊？你拉货不给钱啊则罢，你要没打我员工这一巴掌，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都可以了了，我都可以是吧？把这个事儿过去。你当我面打我员工，这是我的底线。员工来到我工厂就是一家人，我都不曾平时说话对他们狠一点。你倒好啊，你上来就是一巴掌，谁给你的胆？你这种亲戚，我告诉你啊，不做也罢啊，好吧，哪儿来的跟我回哪儿去啊，赶紧给我滚蛋！还让我滚蛋？我告诉你啊，表弟，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职员啊，你还要让我这个亲表姐给你翻脸？
你觉得你这种做法有人支持你吗？支不支持也不是你说了。我看你就是个白眼狼。哎，白眼狼！我告诉你，就你这种人还说我白眼狼，算了啊，不跟你这种人一般见识。我现在多跟你说一句话啊，就拉低我的档位，拉低我的档次啊！你赶紧给我滚蛋啊！再告诉你，支不支持也不是你说了算，好吧？我告诉你，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你觉得像这种亲戚还有必要来往吗？如果觉得没必要来往的，右边不管是什么啊，帮我点播，谢谢大家了啊！赶紧给我走啊！不想跟你废话，走。谁支持你这种白眼狼啊？就是忘恩负义。废话那么多。你这样呢？你今天这个做法呢非常对啊，好吧？今天这个事儿呢也确实让你受委屈了啊，你放心啊，这个月呢给你放3天假，好吧？带薪休假，然后下个月呢发工资的时候奖金呢单独给你加个3000，好不好？谢谢老板。还是坚守好自己的岗位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行，下去忙吧。好的。等一下，你见到我们怎么不打招呼啊？现在是什么封建社会？我看着就打招呼啊！我是来这上班的，又不是来这当工人。看着人说黄肉体香。再说了，我给你喊加班费的时候，你怎么没听见呢？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这个态度，你看不惯我，去干掉我。老板，你看这都什么人呐？没事，现在的90后、00后都是这样，知道吧？不过你看他那个小嘴巴巴的，挺厉害的，知道吧？以后工厂公司的这个销售的职位，知道吧？如果让他去胜任的话，知道吧？肯定大有一番作为。你这样，一会儿通知人事那边，下个月工资起，给他上调5000，知道吧？走。哎，大姐，你在我工厂门口等着干啥呀？我来给我老妈要工钱的。你母亲要工钱？你母亲是谁呀？干什么的呀？姓什么呀？我母亲姓李，姓李，是给你们食堂送菜的。哦，给食堂送菜那个李阿姨是吧？是的。那她自己怎么没来呀？她这不是在家里面菜园里面割菜的时候用镰刀把腿割伤了，现在都感染了，在医院里面住着嘞。这么严重啊？是的。不是，那多长时间的钱没结呀？这个3个月都没结了，我老妈现在就等着这个钱，医生说等着这个钱做治疗了。怎么会3个月没结呢？我以为你就是来结这1、2天的钱呢啊！正常我们的这个菜钱你们当天送过来是吧？当天就马上给结算的呀，3个月没结。是的，我前天听见我老妈给你们那个主管打电话，说3个月都没给她结了。我记得跟食堂对接的是那个王主管是吧？是的，好像叫王梅。行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啊，好吧？问一下什么情况啊？好的，老板。你看这事儿呢。喂，王主管，啊，你到公司门口这边来一下啊。行，一会儿就过来了啊。我问一下具体怎么一个情况啊。老板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啊，你认不认识他？哦，我认识，好像是那个李阿姨的姑娘吧？是你啊，你的姑娘。你知道她今天为什么来吗？为什么呀？她说3个月菜钱你没跟你阿姨来结啊？怎么会呢？我都结给她了。结给她了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到底结没结？没结。那为啥没结？人家现在你阿姨啊，在收菜的时候不小心镰刀割伤了腿，现在搞感染了，在医院现在很严重啊，就等着钱做手术了啊！你还3个月不给人家结菜钱啊？老板，我不是家里面有点事，那个钱我挪用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挪用了？你挪用别人的钱？那上一个月不是我老公他看上了一辆车嘛，那付的那个车钱的那个首付，那差一点钱，我把他那个钱就垫付去了。你这边要买车，你挪用别人的血汗钱，人李阿姨辛辛苦苦种点菜，收割点菜，是不是提供到咱们食堂卖点菜容易吗？啊，风里来雨里去的啊，还平时来养护打药的啊，你这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，你把人家买菜的钱你都给黑了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车是不是你有钱就买，没钱就不买，是不是？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我告诉你啊，下班之前啊，你赶紧就把这样人家的钱赶紧给我如数归还到位。如果归还不到位的话，我没你好果子吃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老板，我下去筹钱。赶紧去。是这样啊，那个你阿姨现在是在哪个医院？是？老板，我老妈现在在人民医院呢。人民医院是吧？是的。你这样啊，现在手上缺钱是吧？我这样呢，我看我包里啊，我也没拿多少钱，今天呢，我包里呢正好有1万块钱。你把这1万块钱先拿着，先去给你阿姨呢去交这个住院的费用，好吧？别耽误病情，知不知道？老板，这个钱我不要，我只要我老妈的。我知道，一会儿我会让那个主管待会儿跟亲自送到医院去的。你把这个钱先拿着。你这样吧，你阿姨这个人呢也挺面善的，我也挺喜欢她的啊，跟我母亲一样啊，也是一个心善面善的人。你把这个钱拿着呢，咱们俩一块儿呢到医院去看望一下你母亲，好吧？谢谢老板了，行，真是好人啊！你这样呢，你先到下面去，到我车旁边去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现在马上拿个东西就下来，好吧？好的，老板，行，你先过去。谢谢你啊。没事，
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啊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。如果你们觉得我今天的做法，如果觉得对的话，右边不管是什么，帮我点播，谢谢大家了，好人一生平安。老板，你看，就是他不去修机器，现在导致生产线上都停工呢。那工厂的100多号人，那都没有活干呢，都在那儿闲着。不是你工，你咋不去修机器呢？那你得问他呀。咋回事？哎呀，老板，他上个月在那儿很清闲，我看他闲着也是闲着。正好这边王阿姨不是生病休假几天嘛，我就让她到这边来顶替2天。谁知道现在机器坏了，让她去修，她就不去了。老板，你别把话说那么好听啊！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把我调到这里来，想把你表姐顶替我的位置，看我1个月18000的工资，眼红是不是啊？你这个人怎么血口喷人呐？行，都不要吵了啊！我一会儿再找你算账啊！是这样，李工啊，你看啊，现在工厂7、8台机器坏了，是不是啊？工厂办拉人数都在那儿闲着。工厂现在一天损失100多万呢啊！你现在赶紧呢，先去把机器修好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下个月工资我给你上调8000。至于你刚才和主管说的这个事儿，我一会儿马上下去着手调查。如果属实，我绝对还你一个公道。你看怎么样？老板，你也别在这里跟我说风凉话，你也别在这里跟我画大饼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这个工厂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我还不看呢嘞。老板，你看他什么态度啊？你干脆把他开除得了，我们再重新招一个机修工师傅。开除什么呀？他一个机修工是不是？你把他搞到这儿来打扫卫生，他心里作何感想啊？不心寒呀啊！我让你一个主管，我让你到外面去扫大街啊，你心里作何感想啊啊！我告诉你，他机修工越清闲，那代表是把工厂的设备维护的越好，工厂的后方越稳定，是吧？不耽误生产啊！你怎么反而羡慕嫉妒恨呢？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赶紧去把他给我请回来啊！如果请不回来的情况下，你永远也别回来，还杵在这儿干嘛呀？赶紧去呀！大姐，啊，主管，我给你发工资了。啊，发工资了。是的，本来是发5000的，现在给你发1万块钱，你做完今天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主管，为啥呀？因为我亲戚要来，所以我要他顶替你的位置，你做完今天就不用来了哈。哦，钱给你。你看这又聋又瞎的，哎呀嘞，真的太难沟通了。大姐发工资了。大姐发工资了。哦，老板你好，是的，发多少钱呀？发了1万。发了1万呀？怎么发这么高工资呢？老板你说啥？我说怎么发这么高工资？哦，主管说这是2个月的工资，一个月5000，他多发了1个月，叫我明天不用来了。明天不用来了。老板，你能帮我看一下这钱？我眼神不好，看一下有没有假的或者少的没有。我看一下。我说你这在哪儿捡的呀？这全部是练功券啊！老板你说啥？我说这全部是练功券，你在哪儿捡的呀？谁给你发的呀？这是王主管给我发的呀！这狗日的王主管怎么给我发假钱呀？我说你别着急啊，你先别着急。老板，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呀！你这样了，我一会儿跟他打电话，我叫过来问一下，看怎么回事。好的。然后他刚才说让你下个月不用来了。是的，说让他的亲戚来顶替我的位置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别着急，我把他叫过来啊。好的。来，你先拿着。这咋情况啊？干这种事儿。喂，王主管，你可到这个会客厅这边打扫卫生这儿来一下。不像话。老板，你找我啥事儿啊？我问你啊，你这个月怎么跟他多发了5000块钱工资啊？给他多发5000块钱，这不是看他眼神不好，然后耳朵又聋吗？有时候做事慢慢腾腾的，我就想让我的亲戚来顶替他的位置。你还说的这么大义凛然，谁让你亲戚来顶替他的位置了？你亲戚要来走正常的人事部是吧？流程考核，能进来就进来，进来不了拉倒，是不是啊？我为什么安排在这儿？他本身就是一个弱势群体，是不是？他能在这儿有一份工作是吧？能挣点钱养家糊口啊？你还把他开除掉？而且还有啊，这个钱你自己看一下，来，你自己看看这是啥？这怎么了？这全部是练功券，这怎么了？老板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这个钱又不是我发给他了。再说了，今天又不是愚人节，是不是？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。你不要狡辩啊，也不要抵赖啊！不是这个钱是不是他发给你的，大姐？是的，老板，就是王主管刚刚发给我的。听清楚没有？老板，你别听他瞎说。再说了，这个事要讲证据的，你怎么能证明这个钱是我发给他的呀？不是，
你是看着公司这2天监控录像坏了是吧？啊，你现在跟我来这一套，跟我这么狡辩啊？老板，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啊？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啊，公道自在人心啊！你不要觉得你干的这个事儿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是我相信群众的眼睛也一定是雪亮的。我告诉你，来啊，我今天让你心服口服。来，屏幕前的家人们，这个念供券到底是不是这个主管发给这个保洁大姐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右边帮我点播，帮我证明一下，谢谢大家了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如果真是他发的，好吧，我一定要将他开除。